来看台中市人民国小呢，有全台湾唯一的一个小学竞技啦啦队，去到中国南京啦啦队公开比赛当中呢，打败16个国家9000名的选手，摕到4面金牌、2面的银牌，真正有够厉害。更加厉害的是，这个啦啦队内面的队员呢，真侪人拢是为零开始学的，逐工练3点钟，有的是练到骹啦、手啦，有的头拢着伤过，头壳会痛，身躯会痛，不过唔捌放弃。 因的毅力甲因的拍拼，完全无输大人。对音乐的跳舞，动作表情拢真标准。队形一个改变，随跳竞技的啦啦队。因是人民国小竞技啦啦队，伫中国南京啦啦队公开比赛内面得到4面金牌甲2面银牌。 这场啦啦队公开比赛有德国、乌克兰、南韩、加拿大、菲律宾等16个国家，超过几千名选手参加比赛。人民国小的竞技啦啦队才成军3冬，伫个高手遮侪国际比赛内面得到4面金牌，唔是靠运气，是每一天3点钟的苦练。东边爬过来，西边爬过去，各种的体能训练，练到骹手拢着伤。 去年暑假翻腾插萝卜插这一只，今年插到这一只，然后整条都会痛，头扭到。有没有想哭？有。你有哭吗？没有。这囡仔有真侪人较早唔捌跳过啦啦队，是为零开始练，会听嘛，无想要放弃。竞技啦啦队已经列入奥运的正式项目，那其实运动应该是从小培养。 人民国小是全台湾头一个设立竞技啦啦队的小学，囡仔嘛无互大家失望，提出无输大人的决心甲毅力，伫国际比赛内面摕金牌，争取公赢。